誰來做客？歡迎來了，今日來錯了的亞位來賓呢，我們做的講吼完全同意啦。伊做的事情是愛強樣哦吼。伊係主持人，咩係一個表演藝術工作者，係李英珍、馮楊英珍。伊陽姐好，所有嘅好朋友大家好，我係英珍。今日都係利用個主持人對談嘛，因為假使時常看客家電視的詳情，就會對我們兩個應該都算熟悉安尼。嘿，不過我見我有一種同強鬆的感覺，因為唔是做主持，嘿，唔是準備。不過我們還係強樣會請來賓準備的對於重要的物品。嘿，阿妹因為亞的物品我們可以了解，平常時看英珍都係主持，也算表演嘛。如唔係你的故事，因為都利用一條英珍的小物，我們來了解，這個小女孩是怎麼長大的？剛才的錄像處理本人提供英珍帶來的物品，看下先係乜嘅？係紙一個卡德羅古的感覺。2011客家青年文化訪問團，11已經係14年，一定要數出來嗎？唔怕可以了，佢還要講。哇，一中南民族呢？係冇錯，嗰兩時係我啲讀高中嘅時節。我印象底部應該係高中1年生嘅兩時。我就去苗栗當紅小青，嗰兩時係批處時間。我想講，算我要做哪條嘅事情啊？做本來批處時間較神奇啲位。結果就看到客家邊有啲咧情講，我講客家話，韓國會表演嘅，算係學生嘅啦，做得去中南民族。對人哋向上條來講，所以出國就當歡喜啊，我就去報名咧。其實嗰種時嘅客家能力唔係算以好，因為我單槍就係會表演會表演講客家話，會講客家，會表演講客家話，係兩件事情哦。跟我就單槍會表演講客家話聽聽，我就去報名，結果冇想到就選到咧。我有嗰種當歡喜，咩啊選到咧，我再出國咧呢。唔過咧，隨便就啱我一個煩惱就出來咧，因為也係客家邊上係第100來舉辦一隻法通，故所動到嘅事情就唔係想到一上細。嗰時咧雖然係國家嘅法通，不過我嘅學校吼就唔知乜嘅原因，就唔肯幫我參加。係因為我高中讀嘅係表演課呢，學校咧係希望大家做得好好讀書。假使名義上人就認真愛撲機啦，認真愛表演啦，就參加。我知道按你對學業唔係以後嘅事情。學校咧一條線咧吼就踩得很緊。我咪就想講，依中南民族嘅開學咧，你行去愛出國，嘅學校又做唔得參加嗰種角色咧。嗰兩時嘅班導後尾嘅當城市嘅人比如我講，試駕有幾多，評價有幾多，再累積起來看，做得價格好來有，價格有幾筆嘛？知名嘅係冇講，你們家有可能會過世嗎？所有嘅價丟起來有辦法去講銷啦。我就想講有幾筆嘛，因為對佢來講也咩係個同好嘅經驗嘛。但係佢出國，韓國去田定國家鄉下出國，迄個當沙批嘅，唔過唔論樣辦掉，就係冇辦法。學校咪唔肯，我咪就講。總之我就休學啊，因為你嘅高中都轉來，你只要有繳學費，你還當簡單就可以繼續讀咧。我就按你嘅法通，假使唔放棄咧，就冇下一道咧，下一道係乜嘅時間就唔知咧。韓國中南民族係個動演嘅素材，唔係講去日本啊，去韓國、去泰國啦，未來去家都得會切，還做得去嘛。還想咩係呢？中南民族呢？去四個國家呢？嗰時候我就休學去參加一隻法通。咩係我頭一擺認識到原來外國沒有按到嘅客家鄉情，沒有按到嘅人。係哦，因為我咩係我可能並過做2年去巴西。真經媽媽很有遠見，因為坐飛機去個要30點鐘咧。但係個銀行機嘅錢就幾多咧？係啊，我愛去聽一班人係唔夠咧，太久誒，坐飛機太久。媽媽會過去哦，因為一般的家長生年咧又好。係動態嘅事情。係啊，媽媽完全就會甚至於提出嚟講，咁如果追到佢好，我未但係就冇一句話講，既然要上好，到咗來台灣過後，還有因為有1年嘅時間嘛，頭半年係做得出國，個後半年你會做乜嘅事情？佢但係就冇一句話聽聽，我就請了一個劇團。
給團長要講，我做對啊，給你就轉來苗栗，給你就來劇團天數做戲，算是小小實習的概念。媽媽的想法，你從另外一個很平常的 gap year， 差不多就會按你嘅。係啊，很開明咧。其實我妹妹希望講，你做加油按你嘅方式，確定講，表演一條路係未來上會行嘅。錢有可能唔係像嘅按你咯，韓國人會付出嘛嘅事情，你自己會想清楚。因為我讀嘅係所謂嘅有點像是技職學校，我念華岡藝校，古時候你把按到嘅心力啲嚟做一件事情，比如假使冇技術行，你喺睇路邊面線啊，係啦，古時候也嘅係幾好嘅機會，其實也算一個種子吼，如果你後來會接觸客家，其實也係。蠻易重要嘅一部分好，我哋來看天氣風，因陣帶來嘅物品，可能係咪行一段客家有關哦？一種也係乜嘅？真見當過路下客家電視主持人培訓工作坊，你係咪也唔係提的工作坊？其實係第二種咧。係，也係2019年，係，其實我頭一擺參加嘅時節係啲我各種畢業嘅糧食，各種畢業冇？各種畢業係我頭一擺認識到客家電視台，不要算幾年吼，第一擺認識，我也不敢講，好不好？我那時候都工作幾年了，各種畢業。因為我之前係學跳舞嘅啦，對於幼稚園開始，國小、國中，我全部就係舞蹈課班。我一直勞動我人生就會變成一位做舞蹈表演嘅人。不過雖然我帶苗栗，不過我咪係當從事未來嘅人。古時候佢會邀請我去外縣市啊，看舞蹈嘅表演，甚至佢還鼓勵我去參加徐芳儀的工作坊等等的。佢希望我做得前到未來嘅方向。我隨着我去參加按道嘅表演啦，韓國去可能按道嘅表演過後，我就發現到實在發講啊，台灣真是冇跳舞嘅市場，尤其係針對像我按呢，有些愛豆嘅身體，幾隻時推其實有一個主流色彩，對，有一個主流性，唔單止係未來上會賺錢咯，還包括到你自家上嘅考試。比如講，你考高中啦，考大學啦，一種東城去喺我嘅線上有一擺我們模擬考，然後我背嘅線上就過來，我就講亞莎跳到走地哦，然後他就用手這樣比就，唔講就是我太胖了，我係就減唔下來啊，韓國又太矮咧，哎呀就冇辦法改變嘅，我做嘅兩時我喺啲周慧丹舞蹈工作室跳舞。經常就幫我一個 DM， 就係客家電視台嘅演員訓練班的甄選，咁應該係客家電視台頭一擺嚟，佢派一隻發通，佢就同我講，我做運動室下線嘅，我說好啊，運動會你跳舞嘅呢？我跳舞唔講我平常時要參加公演比賽啊，喺我上台講話，算起來唔會講董建總啦，之前咩是有啲舞台當空。做過戲嘅經驗嘛，我就去幫人，三冇想到我就真嘅就要叫機會去上課。最神奇嘅事情係，我喺貴班最後上嘅，嗰兩時有隻貴兄係講做唔得搶架，啱講我第一堂課就搶架，理由一向係老外各種畢業有關，我強調嘅係畢業典禮，係畢業典禮係一個。電視台冇辦法提前我嘅理由，我第一堂課就冇去，然後結果我第二堂課去嘅時候，大家就當好奇嘛，因為阿啲人全部就沙邊人士，他就看到我嘅時候，好像你在後上嘅哦，係哦，就但請我一個係盲讀高中嘅，其他應該就要讀大學咧，嗰時候大家就問我講，你有冇參加呢？我說我參加畢業旅行，然後所有人都表示哇。畢業旅行是什麼？我們都快忘記了耶。嗰時候嗰兩時就當歡喜啦，啲客家電視台受到當到前輩嘅照顧安尼。哇，各種畢業都接觸到做演員一件事情。係啊，家上迄個工作坊有感覺講，剛才
行業要做演員，有安尼想法？啲松亞嘅工作坊之前就是有一個機會撲嚟大愛電視台嘅戲，嗰兩時咩一起，因為佢哋想要撲一隻角色，係講啲客家狀態嘅細阿妹，嗰時候佢哋就當來到苗栗，就想講我設一位會講客嘅細妹來做一隻角色，因為我之前是有做過舞台劇。嗰時候有人就推薦我去，俺當競爭，因為俺客家唔係講清好啊，就單槍會開歌嘅聽聽，我就去試鏡啊，做咧，冇問題。結果俺拿到劇本嘅時間，從頭到尾單槍一記，阿婆喺客家話全部就係中文，我想講，跟人有當時做嘛，佢可以當來都苗栗情咧，我咪一種緣分啦。古時候唔接觸演員也件事情佢做呢？算係一做啦，其實就老跳舞腔用，唔過係有冇腔用嘅形式啲嚟做表演。其實你想起來啊，知道應該係本就係好做戲嘅人，因為係頭擺最後跳嘅全部就係嗰種舞劇。比如講中國舞有沒有？然後就是那種眼神啊，然後可以有一個詮釋的。嗰種太無聊嘅我就唔係按好，應該係種跳舞動作做戲來跳安咧。可能係哦，就係唔嘅對跳舞嘅想法可以樣，比以前嗰種，還是係對一個音樂詮釋出來，可能都很有戲耶。真的，因為我看雲門舞集什麼新傳啊什麼，其實佢哋咩係做了一隻角色，不過冇講出文字，單槍用身體來去表現聽聽。你看兩項東西哈，兩種字啊哈，因為主持人可以講幾多故事，我呢等一下呢還要繼續談印證，因為也有一團其實更加也有繼續劇場嘅經驗，哈，也沒幾多故事好講，我呢等一下過多種來現場。我同好去劇場看戲哦，嗰種是真是係搭禮拜就會去看戲，大嘅細嘅我全部就看。唔過按你懂事前啊，嗰時候就上了一個後風吧，喺報名做志工。今日來撮料嘅來賓係李英珍，佢當然如對伊過熟悉哈，伊係主持人，咩係一個表演藝術工作者。所以英珍有講到講，就係佢做路接觸舞台，韓國表演演員一件事情，其實佢細時間就有接觸嘅。算係啦，差唔多啲從幼稚園開始就學跳舞。又係同表演相關嘅高中。反正唔係，因為你頭都有講，以為以後會是個藝術家、舞蹈家。我一直這樣覺得細時間就立志安尼。因為細時間單槍就接觸到跳舞聽聽啦。嗰兩時係因為我兩個阿姊太愛動到，阿妹知道講啊，嗰老妹一上年就東古時都無聊，嗰時候就鼓勵我去學跳舞。拄好不卡夫圈內咧最群嘅才藝班。就迄個舞頭紗有冇？唔是接裝，哎呦，韓禮片啊，做阿妹迄爛絲，嗰種裝大衣。我也會拄好有興趣啊。係啦，嗰時候就一直以來阿妹就當鼓勵我，因為我他唔曉得讀書，就我唔掂咧，講我唔認真嘛，應該就冇一方面嘅嗰種才華。我真是當上網圖，不過考試出來嘅成績真是就唔係按好。有因為啲苗栗亞島畢業。苗栗的那種讀書風氣真的蠻重的，最希望你做得好好讀書啦，考到以後嘅大學啊。不過真正喺學家才來讀到嘅媽媽，佢就講到人生又唔係單槍讀書一件事情，佢成績吼做得畢業就好咧。真正我佢就冇要求我，佢點到啲跳舞亞到畢業就行開講做表演一部分，就一直啲嚟鼓勵我，甚至我啲國中就去教編舞。去參加舞蹈比賽，我媽媽一直以來就是很鼓勵我在這個部分。就變得講，你去個想要做的事情，如何主動去接觸。係啊，包括人今日看到也很多係劇本啊，吼，還有一道 DM 啊，如係認真參加過的，因為年代也頗久遠呢，吼。是如係有些是工作人員，是有的係演員，係你攏會接觸到劇場的呢？可是一件事情沒懂神奇呢，因為接觸到劇場係外地讀高中高校長接觸到嘅，來上了台北讀華岡藝校啊，我一定要特別感謝一位老師，是高俊耀老師。來頭前有講
都唔曉讀書，考試嘅成績考試只有愛拿筆考試嘅成績就唔好安呢。我跟梁師弟高中1年生有一堂課，它是比較像學術科的課，它跟戲劇有關，唔過佢愛拿筆嘅，按到劇本導讀。它一部分嘅研究動腦一頭課，因為做動難。啊，各位咧動到嗰種動會考試嘅，因為動腦一頭課，因為佢上唔同，做嘛嘅係上到安呢。啊，嗰兩時我嘅先生是高俊耀老師嘛，佢係馬來西亞嘅，啊，佢上課有一些口音，啊，上到有一些凶的那種感覺，然後他每次會說，來，劇作家這邊有寫個寫一個窗戶，這個窗戶代表什麼？這個問題誰懂？水董這樣，然後他就很重口，所以大家都會戲稱他叫水董老師這樣。他因為佢有迄個年紀懂，哎，這我們講懂養業給你，就佢懂有年紀給你。嗰種尬式成績考不好，他是真的會當掉你的。所以大家就很怕他。全班只有我一個最期待上他的課。因為他之後講，哇，你來。佢從來沒有按那個意思哦，耶嘛哦，原來這個麻將桌會按那個意思哦，哦，原來這個希臘悲劇給講按那個故事哦，我覺得哇，這太有趣了吧！而且我媽那時候嚇到，她自細就有一些的閱讀障礙，唔係當親眼從，不過就會有一些些的按呢。我講嗰種時候，閨蜜嘞，只要回到苗栗，因為在台北讀書嘛，來做一些抽查，因為老師會發劇本，然後逼大家要看完，然後就會考試，我都抱着那個劇本每天看。然後我覺得，看劇本很適合我，因為劇本佢唔係像啲小說咁樣，佢文字暗藏啊，給你頓一節一節，就同上來按你有閱讀障礙的小朋友，根本沒一種啊，各位咧越來越有那個戲劇性，就覺得哇好精彩。然後我媽就想說，誰說華岡藝校的孩子不會讀書？我女兒回來超愛看書的。嗰時候嗰陣時就對劇場就動有興趣，我媽媽喊細個時節就一直搞本來你洗雜時都毛遂自薦，所以我高中畢業，我就想喊某師，我就傳信息問俊耀老師講，有欠個助理嘛，就冇本來前面冇要緊，我就想我去辭昆那安尼，就當什麼欣賞本來幾筆，就一路的都後來安尼，其實。第一金錢，我就同接我去劇場底背天數，因為嗰種是上台北圖書，媽媽咪冇幫我動到嘅18筆，不過我同好去劇場看戲哦。嗰種是真是係逐禮拜就會去看戲，大嘅細嘅我全部就看。不過按你懂事前吶，嗰時候還是上了一個後方法，我去報名做志工，從台北嘅藝穗節，我之前沒有去做過志工。因為現場就講，每一出戲其實就當如好看嘅素材，看佢樣板好，看佢樣板唔好都做得。嗰時候我就想講，咁樣呢，我去做志工嘅話就做看唔是錢嘅。各位咧，他還要給我便當，我連晚餐錢都省了耶。所以我對這家事前看戲，都後來做志工，都因為家去劇場，嗰時候現場就知道，好啊，跟住就來聽書看啦。嗰時候我高中。一畢業，就做了第一個排練助理，慢慢的，就一直都愛讀太學4年，雖然唔係讀戲劇科系，但是我做了4年的劇場。個量順起來吼，做一種排戲嘅講，因為我同學有同到係讀戲劇那個，他說你做的量可能比我們還多係哦，所以冇可能就做的講如係睇劇場嘅安尼。7年全部就啲咧做戲，甚至還去高雄做，甚至還有一出戲去到泰國。真是喺好家彩，因為我去讀體育學院，因為有動到嘅線索，我直去比賽。嗰時候去同先生講一下嘅，中央有做，該做嘅事情有做，基本上還算做得啦。咁唔係戲，唔一批嘅感覺係嘛？嘅都係唔過好看戲。我學習同一條劇場有關呢，但係我有音樂愛上台。哇！其實實在發講嘅時間，我真嘅唔係講聽出愛上台嘅心情。其實嗰兩時就當單純係我當好一隻作品，我做一隻作品當愛男人，我做一隻作品當有意義，我做得變成其中嘅一剎，我就做當傻皮咧。嗰時候嗰兩時。我真嘅係因為劇場學會了更多嘅事情，因為大家就知嘛，劇場就
動辛苦嘛吼。動洗來的陣，洗袂陣洗來用，洗來陣通不用。古時候給兩陣啊，係做排練助理，係最馬群偷演嘅一隻角色。古時候你就做在看到動動目腔嘅面向，用辦系統設計溝通，韓國甚至我做我帶到嘅劇團機動戰鬥，佢們去討論講，你嘅醫生按用辦種。因為像有動到較細型嘅劇場，韓國頭擺啲咧，做學生嘅時節，係冇醫生嘅概念，你就知道啊，為到夢想，為到理想，唔記吼，我係個動向到未來嘅人咯，還說，我嘅安尼冇穿錢嘅用格山啊，故說我嘅兩時代嘅劇團，佢就係動從事亞件事情嘅，係動有制圖嘅，我嘅討厭咩會鼓勵我講，你做得去做服裝啦，你做得去做音效啦，啊，我們去學嘅 QLab 要用百用，因為我要做排練助理，然後導演就一句話說，你下個禮拜要幫我帶一台電腦跟 QLab 來，我嚇到，趕快回去買電腦，我那時候才去買電腦哦，然後就跟我媽媽講，然後我媽媽也很支持我，她說好，我們去買，然後去買，然後趕快裝 QLab 研究要用百用，然後張可是繼續走，所以就從排練助理到導演助理，我覺得其實。對呀，他嘅助詞樣樣動態，因為你會知道，這個全面性要如何去掌握它。後來也有機會真人上台做戲嘛，吼。行係有啦，就較細型嘅，行係講。喊做的嘅就當神夢大家有請來去做，因為有一段的時間就較無限，咩較唔願意上台做表演，故所就當神夢嗰段的時間都好，大部分就會接到排練助理或者是導演助理的工作。那等到後來就有人問我講，你陣啊做講你準備好了，你嘅心情其實調整好了，你想回來做戲嘛？就知道咩做的呢？不過當神奇嘅事情係吼。我唔知呢，係一種年份，好像講一種天公伯本人嘅功課。我做到嘅全部就老客家相關，就算老客家無關咯。我嘅觀眾你會變到老客家有關。同奇怪，即係講我做嘅上台嘅全部就老客家相關。有一擺做了一個普通式嘅劇場，我本來想講唔是講客家話，咩老客家冇關係。不過嗰時我有一個名我都應徵豆漿，就是來自應徵300嘅應徵豆漿也幾發啦。結果大下嘅粉絲朋友就學我也幾發，就講應徵豆漿，應徵豆漿，應徵豆漿，我冇會講客家。我突然就發現說，對，為什麼做客家單槍愛分都按情書分，也係老客家相關，也係老客家冇相關嘅。這都跟時我將真實意識都要看事情，因為我嘅劇場一直以來就會老客家冇關係，所以我才開始覺得同一條唔認識客家嘅朋友做得來小嘅客家，應該咩係應該真係我最想去做嘅事情。係咪牛頭講嘅路係嘅？冇錯，當等一下哈。係你嘅粉絲自己畫嘅，然後收到的時候我真的是快要哭了。應該係我生日嘅時節，然後講有些虎虎生風嘛，係因為我自家嘅客家能力唔係講清楚。古時候我所有嘅就係用按你嘅方式來去記客家，我就教太自家用按你嘅方式記，後來太自家咩天天愛學客家話呢。接到按你東西會不會非常珍惜呢？其實那時候他們送好多，就是有做很多，然後我本來以為大家可能會對客家會排斥，或是不是這麼喜歡。我愛接到嘅東東嘅西方嘅電路啊，全部就會老客家有相關，我覺得哇好可愛，甚至有香港嘅粉絲講佢係香港嘅客家人，佢冇想過佢來到台灣開戲嘅時節會讀到客家，因為就係愛。就係其實嘅連接冇自家先想好嘅漢字哈，就是你可能可以連到你完全冇想過嘅人事物當過安咧。係啊，個奇妙剛剛人下一團咧，因正我帶大家去到。對於有特別意義嘅素材，然後等下都底下來嘅，好，先試下查。咱們最尾離開嘅時節嘅 party，咩係用佢上愛嘅用嘅來去完成，安尼，所以可以看到照片，大家都是笑面，因為佢唔係告別式，佢係我媽媽人生最尾一場 party 安尼。
亞達威咧係我頭擺讀太好嘅素材，然後我大學對我來講係一個很不像我會決定的事情。我係學表演嘅，也係啲嚟做主持，所以我以為我會念戲劇系，但是誤打誤撞，我其實是體育學院的學生。亞達威就係我嘅學校，台北市立大學，那它的舊名其實叫台北體育學院，我是念運動藝術系。啊，這裡就是我的噩夢，操場。現在看到的時候腿軟，覺得好恐怖哦。啊，經常就講，好，你先會暖身哦。啊，後總就帶着你跑這個操場，跑4圈還5圈呢。哎，嚇死人！想講，這下課了吧？啊，後總就講，好了，正式上課，行歐巴的來就已經開了2時了。結果，等陣就會跟暖身。一件就係我頭擺正式啲嚟做訓練嘅素材。啊頭擺，你學科我啲嘅導畢嘅上課，下晝3點過後嚟就係你專業訓練嘅時間，你就係按你順便按你行過去做訓練。所有嘅運動員、所有嘅學生係都會按嘅。啊，我大擺行一條路嘅時間，嚟就啲嚟叫。亞達威咧係台北榮總，差不多係太3、太4片咧。我媽媽嘅身體情形就越來越唔好咧，佢喺去讀高中嘅兩時得到癌症，啊唔過到我大學嘅時節，真然就冇辦法。故所最美嘅人生階段就係亞達威嘅台北榮總的安寧病房度過嘅。嗰兩時係因為我剛開始喺天台做節目。當都唔曉講嘅客家話，多數係會唱到啱嘅，因為啱嘅係我開始愛參加公演比賽嘅時節，就做我嘅欣賞。我真發現到，其實做客家嘅節目有個當重要嘅意義，就像我係因為有客家電視台有個節目，故所再同媽媽講下戲，然後最尾還做得留意嘅同學嘅回憶。啊，嗰兩時又冇手機嘅，又冇按接使用，故所冇乜嘅幾個聲音，幾個樣嘅，就大朋友嘅節目。再過來就係我呀，訪問當到聲音嘅時間，佢哋嘅阿公阿婆離開，佢哋咪同我討金錢搶下上節目嘅聲音。我真發現到，老一般媒體冇共用嘅係，你做嘅唔係講我幾出名嘅。我給發嘅，給導演看到，你做嘅其實係懂稱嘅，是會讓你一輩子都記得的。就像我呀看到嘅相片，還會懂看通，懂感通，懂感謝，嗰兩時有去參加啊個節目。其實嗰兩時係阿婆喺同我去，係阿婆結果給我嘅故事。周先生，阿妹同我叫下去上節目啦。嗰種故事嘅 VCR 後面是比較都係很感人呢嘅部分，就係因為印證他爸講到去甲媽媽的時間，因為有一段時間的啦，唔過路係躺喺度頭前兩個階段，他爸講到媽媽的時間，就講哦，伊可是一個貼拍的人咧，係，因為我係一個懂貼拍嘅聲音咧。真是喺後家才有讀到我媽媽啦。某一般嘅家長，咱做得接受講啊，又唔曉讀書，又好乖。不過，媽媽讀到安的聲音，她還是做自己啊，她還是吼。不過，我講媽媽很 good dependent，就係非常 open minded 吼。我們喺知道講，要做好自家嘅事情係最重要。我記得我讀高中嘅時間，然後有去參加過一個劇場，我都秘密傷口。我跟你講緣分真的很有趣。醒來中我人生第一個劇場地位去嘅導演，叫做張繼紅，佢嘅行業台台戲劇呢畢業嘅，佢就請來去做戲。我當讀高中，家有講到高中喺做唔得凊彩參加嘅。就真是當上我去思考，有一個機會做去到牯嶺街小劇場，對高中生來講係一個當歡喜嘅事情，答應咧。排練全部就喺啲按部跳，不過做戲哪有可能走上頭就會去劇場？我說班來就偷偷搶假，
啊，平常啲學校就懂乖，故說我心腸唔會做有問題。我係水面係拄唔掉，我就打電話同我媽媽承認講，我偏我根本去我去學校。然後我妹就講，哦，阿佢阿冇條我表揚，我說係，阿佢根本又唔係同先生講咯，我去看片，同佢講我很多。哦，好嘅，肯定係啲咧，先生打電話我就講很多。我說啊，我妹記得冇發現咧，係。阿亞維討厭就到張繼紅嘛，阿拋佢夾嚟動太短嘅時間冇繼續做客家嘅戲，然後客家相關嘅事情，也他幫我請進來同我吊打主持一個節目，都新聞東喜劇，係同我叫他做客家嘅戲劇。一開始係佢親愛，來當知道哦，原來客家都會做按呢種實驗性質的劇場，然後亞哈嚟佢講，我冇想過客家都會做戲劇。這緣分真的很有趣哦。係啊，基本嘅人能唱認真帶重要的東西。哇，這個也有，人能好多睇樣片裡面沒有看到，就係佢重要就唔同媽媽一個佢重要嘅畢業係。其實也係從客家電視台嘅節目，一開始係想去同阿婆講下戲，不過阿婆吼就。一上年就懂擺乖，哎呦冇愛啦喲，安羅咧，人誒唔曉啦，吼，叭，後來真認都唔掉，佢就講，我別答應你啦，吼，夾，我咪就講冇啦，我仲出來就我脾氣好咧，結果我媽媽就平愛上節目，唔過實際上個兩時期已經不平咧，佢得到難稱，佢還蠻看到節目播出，佢就離開咧，一團樣片就變成愛當創有嘅一團回憶。你本來知道講，其實做客家嘅媒體，做出群嘅媒體，對你來講最重要嘅事情，就是這個深度或是這個暖度，是很關鍵的。古種係呀，他做節目咪係知道做得帶本大家保留下來，當重要嘅回憶，係當幸福嘅事情。韓國這個相本有一點，可以啊，可以分享的。炸彈性的，但是這個是我媽媽離開嘅時節嘅相片安尼。唔過能係同歡喜嘅，係能係小嫩咧。我們係個懂戲嘅人哦，裡面給佢播片嘅咩？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裡面有句話，他就講到面對死亡，我們學會活着。我覺得我媽也是這樣。佢最尾係帶到安寧病房，佢喺台灣有看到，所以在安寧病房那段時間，佢有分享到佢相關樣板嘅後事，包括到我們去請那個禮儀公司的時候，所以媽媽有講，係啊，佢講嚟嘅呢，佢講嚟嘅啊，佢講完之後去打電話本亞架，打電話去本亞架，然之後講佢唔可以做按後上啊，佢離開咧，唔離開馬上起來接聽一條事情，嗰時候佢全部都安排好晒哦，我每一個禮儀公司的人我就請來。他說：“妹妹呀，我跟你說，我們這公司怎樣呢？”我說：“你不要跟我講，你跟我媽媽講。”他說：“所以是你外婆。”我說：“不是，我媽媽本人要用的。”然後我就想說，本人要用的。我說：“對，所以你不要唬爛我們哦，他真的感受得到哦。你現在說這個棺材有多好，他會去睡哦。”然後我說：“你這個骨灰壇，你現在說這個有多好，他真的住裡面哦，你好好說話哦。”嗰時就去請，然後我們最尾離開嘅時節嘅 party，咪係用佢上愛嘅用嘅來去完成，安尼，所以可以看到照片，大家都是笑面，因為佢唔係告別式，佢係我媽媽人生最尾一場 party。佢同講，你盼到是當好呢，當到嘅零沙啊看睇，我說哦又笑呢又好笑，又做講當溫馨安尼，還希望嘅禮儀公司有安尼嘅方案冇？個禮儀公司後來真是哦，給主管喊講，只有等按哪個方式出一個方案。對啊，我一定要收費的耶。哇，唔通講係一個很特別的小孩，其實係來自特別的媽媽咧，吼。係啦，我也沒去酷過來，因為這片有一輛產婦係佢播片嘅個時節做嘅。我係當然想假使佢會。播片嚟嘅輕矮，我真嘅唔對樣板面對。一兩產婦看起來 QQ，我都也係唔盼地同佢跳踢。
其真是迄一天同 Q 嘅sản婦，佢迄去參加法通送嘅，哎呀，在法通咩迄個細細時家下同哎媽媽叫佢去參加，哦，一兩產婦哎絕對唔會做出門。那個時候做的那個其實還沒按講嘛哈，設計感還沒按 OK。對啦，可是為什麼你反而是劉亞良呢？因為唔啲易容姐坤斗嘛，她的那個衣領舊舊的，然後。帶下係要冷孔，迄因為也沒得到嘅迄男生嘛，醫生一開始檢查出來就同佢講，春夢就幾雜年嘞，還沒就想講橫豎都是死啊，為什麼死前要這麼痛苦？古時候佢就講，跟俺們用西醫嘅方式治療，佢想講死馬當活馬醫。我們沒有很鼓勵大家，因為這是尊重每個人的選擇。嘿，俺們就想講，佢就。轉來不卡，就算從幾張嘢，俺們想去卡分析到位，去完成佢想去完成嘅事情。嗰時候佢係用中醫嘅方式來去做，還有加上乜嘅一些他自己相信的這個方法，這樣子。啊，其中有一項就是要灸那個艾條，灸艾這樣子。那個真的是懂痛苦嘅事情。還有咖啡灌腸啊什麼的。然後我有時候都會想說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希望我媽媽可以再活久一點，還是這樣就夠了。我在聽安寧病房的時候，其實很震撼，因為我覺得那個是人生最後一個尾巴的時候，我們好像都心知肚明，她真的要離開。然後我就很認真的跟我媽講說，我好像很不想要你好起來，因為來迪，你不可能多好了，但我希望我們可以減少遺憾。你就拉敗了，衛生紙支援一下。對，所以我們好像都會要學會那個接受，也是開始從媽媽教我的要毛遂自薦，到後來我媽離開之後，我就開始很接受，我真的長得不是很漂亮的人，我真的在演藝圈可能會很難相處下去。我真的沒辦法成為一個舞者，就算我夠編，就算我用班，那個接受，我覺得是我媽去世之後教會我的事情。然後我開始很接受自己擁有的一切，然後非常享受，包括到後來做主持人，我真的好熱愛這份工作，我也好喜歡跟每一個人分享，就是接受那個最真實、最真正嘅在用的。你感覺係媽媽教你嘅啊？即我係呢，迄個講來講，我較認分到位哦，我較認真到位哦。咩講來講，安尼就拉敗咧。媽媽係唔過春藥嘅老師呢，吼。唔過唔偷偷分享一下就韓國春藥其實。係啊，因為嗰時第一安寧病房的時候，媽媽其實就有講到啦，佢冇辦法留下媽嘅，唔過你做得多增加一份費用。嗰時候亞下就同好同阿婆向下去增加。動到嘅費用，包括都係設計因為緊張種嘅時間。嘿，也跟人哋底下人講故事太多誒，還有上很多故事講。人哋底下咧除了講其他誒嗰啲上癮嘅故事以外，還愛講下食好食嘅東西。唔啲認真帶來嘛個對有特別意義嘅料理吼，人哋底下都啲咧，吼先沙茶。韓國也咪係俺媽媽人生地杯食到嘅清米一紅錘，嗰兩時期帶到安寧病房嘅時候。然後，俺媽算離開嘅當有福氣啦，今日走船頭，佢先去洗身，洗到安尼強強力力。現在做客慢人來了，有沒有來抽了？會很認真，按後上一年按多故事好講啊。我們的那個物品哦，一直延後，一直延後哈。第一趴變第二趴，最都變三趴哦。各種故事好講，不過這一趴最重要，不能延後誒哈。如係料理，俺來叫他說一項對認真來講有特別意義嘅料理，俺來請處理木本，俺來看他生起嘛個。哦，種誒，呀一款陸地唔免都不會買耶，冇錯。它造型蠻可愛的呢。這要唔免做吧？那有可能係做嘅，係咪按上網哦？要唔免做？要係我家婆阿婆做嘅啦，阿婆都壓下行喺維持，每一年就會做嘅種誒。哦，啊係細細當年都會過種誒哦。係啊，當年都會哦，啊係細細家下就會停定阿婆叫下種，阿婆卡同好做料理，係啊呀係阿婆自家種嘅。
還有羅酒呢？應該有啦啊！因為我同大家報告一下吼，做嘛嘅我有做羅酒嘅感覺，然後我卡嘅種嘅係包麥嘅東西哦，就係包一般大家會知道嘅嗰種客家料嘅，有常常會包鹽蔥，啊做嘛嘅我有鹽蔥，因為我婆自己會做鹽蔥，啊個冰箱底會清到，有時會拿出來切切啦就做會包咧，係啊有常時會加到一個新嘅料嘅。啊，就困起嘅冰箱就抹嘅，啊，就會包抹嘅，安尼。哦，它就很隨性呢，就很隨性啊。那只有有時候我們會特別說，啊，一定要蛋黃，一定要什麼啊，其實會較功夫啦，吼，去買。哦，古說當年如係特定版嘅，係啊。今年嘅鹽廠可能我買嘅，啊，有可能就買嘅口味啊，自己家做嘅，啊，就會自己家做嘅口味。某一天，完全就係它的品牌。所以來去貼呢？不過吼，一粒種嘅較似係移民阿婆講到嘅米飯，唔記嘅加到調油咧，嗰時候食起來較彈。不過我講過好食呢，就自家包嘅啦。好食。自家。我糖果你本來點的沒有嘅。哦，對，我要跟大家說抱歉，沒有啦，麗蓉姐抱歉啦。唔本蛋，我本來食咧係嘛嘅？係包卵包蛋。包蛋。係。唔係荷包蛋，唔係包蛋，係包蛋。包蛋係乜嘅？因為佢是叫冇嗌嘅時間，係上到包蛋，然後佢係凍好生卵嘅。古時候嗌有嘅西面人都鴿子蛋，因為嗌太仔人都大蛋，細仔人都小蛋。啊，嗌出世嘅時候，佢就講擺台咧，有乜嘅吼比小蛋還要小的啊，鴿子蛋。古時候嗌西面人就很多鴿子蛋。你看好生卵都上面摸嘅綽號都是蛋哦，全部都是。而且我們家其實才沒幾個人，然後我們大概去市場買卵嘅時候，佢就撈到蠻不開個早餐店的。哦，這個同好生卵。包蛋對我來講係我最好食嘅，第二好食嘅就係荷包蛋。哦，阿婆煎嘅真嘅最好食，佢腦杯就煎唔出來，腦杯切切暗嘅。啊，天意嘅咧，仲有意義嘅咧，就係包蛋。包卵其實係算嘅飯包菜啦，就是便當菜。有上次黑人一種東東，我不會買一朵哈，買唔到。其實懂少，能路卡便當菜。我一種係同學搞不卡，沒有哦，可能咩會做？所謂地區限定呢，移民係完全冇看過食過包蛋。做嘛嘅會冇看過，呢幾身係功夫菜。啊，唔過看起來又唔係輕功夫，冇辦法拿出去點啦。哦，爺我比較冇看唔出功夫，可是做起來歸功夫。可能大家會比較懶得去做這一道。大家可以想象，就是蛋包飯，然後裡面沒有飯，然後底部係包像有純麥嘅高牛，你就包高牛；啊有肉皮咧，你就包肉皮咧；包麥嘅都做得，就按你啊整件型，就是按你太炸嘅。啊底部會包料誒。不過佢當難哦，功夫都難，因為個卵啊，我會先剪好，我會包起來，又做唔得爛體，啊做唔得爛體，我又按你撕起來切，當難做，啊做嘛嘅根本伊冇帶咧，因為我唔曉做，做唔做太難咧。我拜託阿婆，阿婆都好無限，阿姑嫂就冇辦法做。哇，好可惜，我識到。我伊就係講也係阿婆卡動好食嘅一出菜，以外咩係我同阿媽媽上節目嘅時節，向下做嘅也出菜。嗰種是主辦單位係要求講，誒有落皮嚟嘅材料，嗰時候阿妹就想到，裡邊做得包嘅落皮嚟，所以我們那時候是用這一道菜一起去做料理上節目，這樣。哦，哇，嗰時候這道菜又多一層誒，會充有個意義啊。係，韓國也咪係俺媽媽人生地不會食到嘅清米一紅錘，嗰種是期待到安寧病房的時候。然後俺媽算離開嘅當有福氣啦，今日早上頭佢先去洗身，洗到安尼強強力力，最後過後當主阿婆就來看佢，就寬定嘅保暖，阿佢就實體保暖。按無條嘅時間啊，同阿姊三姊妹同佢啲咧作量啦，然後幫他按摩啊，然後他是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離開的。然後那時候禮儀公司的人來接的時候，還說：一般我們都會有那個大體清潔服務。他說你媽媽完全不用，它是香香的，因為
在幫他按摩當中，然後離開，然後早上又剛洗完澡，然後排便什麼全部都做完，就按你強強力力給。韓國唔但將嘿，你看阿婆、媽媽、韓國阿姐，原來有一個一直延遲到現在哦，總算出現嘞。以為是易容姐的水杯，嗰啲朋友有個金鐘獎誒，有個自制誒入圍名單。我按等陣做，有個係兒童少年節目主持人獎，加下2位，如係認證2位個200，100係天使，100係公布。啊，有個如係天使客家天使的練習生衝一波，加下2位的時間，也還蠻嚴做誒，也係牙球做嘅。因為為什麼說蠻嚴做誒？如果是自己做的，不可能把其他入圍者也放上去，而且我一定要選一個漂亮的照片吧。阿 Q 做的哦，阿 Q 做的，而且我跟你講，大家有沒有覺得他的那個畫質有點蒙蒙的？因為他是網絡截圖，太哎，不是，而且那有可能授權的呢。重點是他可以找就是官方的那個圖片，他不是，他是看那個影片的時候截圖下來的那一種。哦，好可愛哦！因為阿婆一直以來就唔定係啲咧無限物嘅，我其實大概當年就會問我講，你會去前條路嘛？哦，你台北做得到來生嘛？係啊，就做講啊，哎，見冇多幾片，還有多幾片，所以啲咧無限物嘅喏，一直到金鐘獎已未過後，佢總算知道講哦。因為選一本條路哦，因為我們抗疫就會捐人嘛，就公務人員較多，2年幾個，佢就當然想嗰種自由工作者，有一餐沒一餐的，我阿婆都很擔心我。我對這個天氣就冇排哈，希望做到樣呢。其實會呢，我就希望大家做得多多來認識到一種嘅語言，不見得愛客家語，因為像我自家實在話講係咩唔係當完整嘅客人啊。因為韓西時頭擺嘅沙飛就會因為講，我唔爸爸係奶豆味嘅經驗，竟然就係奶味嘅人咩，幾兩時係細細家係按嘅。不過冇人同我講，我係客家人，其實係慢慢地前進來嗰種做客家人嘅驕傲啦、神氣啦，係。不過我會希望有因為做得做自家嘅喜劇專場，或者是自己的喜劇節目，希望係全客語，可是很難，因為觀眾沒有辦法談的事，所以我希望它可以是一個我的目標，跟大家陪我一起完成的目標。各位好呢，今日非常感謝英正同我哋分享咁多，阿妹做風沙下來嘅損失，希望各家都可以看到人嘅喜劇專場。太搞笑18年哦！多謝英正，謝謝什麼？我其實佢包一個種嘅食係。嗰種食到老酒嘅呢，因為香腸啊，香腸店的時候會打酒，佢鹽呢個就好似整個都有。